去年因为几夜风台，花莲的海边啊，即马有上万栋的水流茶，最近3个月就发生20外件的火烧。伫初3的暗时花莲溪出海口水流茶又搁着火了，因为风势正透，火是炭甲正紧，民众希望讲这水流茶会当赶紧甲伊清掉。 救水线消防员伫花莲溪出海口的沙坡，想要控制火势，也毋过伫东北季风的助点之下，水茶愈烧愈美，佮加上受地形的限制，拍火真无简单。消防员徛伫大火中拍火，场面互人真惊吓。燃烧面积约150平方公尺，立即部署3条水线进行灭火攻击。由于现场风势强劲，一度造成燃烧之情形发生，所幸消防人员及义消人员成功阻隔火势。 最后由义消以重机械挖土机协助进行场火处理。这场火警是发生伫初3暗大约7点的时阵，花莲溪出海口的附近水茶，毋知什么原因导火，消防人员用3点挂钟才将火拍花。因为我3个月来已经发生20多件类似火警，这水茶到底要安怎解决嘞？ 那其实各个辖管单位非常的多，包括领管单位还有我们9合单位。那我们已经请各个土地管理单位尽快将自己的所辖土地能够尽快的清理完成。那另外也提醒民众，不要在那边做一个生火的行为。我们请岸基跟警方的部分能够加强来巡逻。也 在地民众私底下表示，暗时啊，定有民众伫咧钓鱼的时阵，野火燃烧，每一摆烧起来火星甲乌烟都会往市区飘散。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将水茶刷走，佮继续放伫沙坡顶，也是会继续发生火警，互消防员遭甲皮皮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